后来乡亲啊，过来是这个台北市天狗热零个案的记录，首3年破功了。今年出现着头一个，伫咧台东区是一个10外岁阿弟啊，疫调发现伊有去过台南的永康区甲东区，这两区拢是疫情的热区，也就是讲台北市这个天狗热的病例是去台南回转来的，早起马上来做大清消。啊，台北市长蒋万安早起嘛到台东区来看清洁消毒的状况。 消毒人员派药啊，伫每一个角落去抓，就是无希望讲病危猛有机会生存。因为台北市台东区出现头一个天狗这个确诊病例，没什么可怕的，有水的把它倒掉。当然会啊，每天清啊，它这个水是流动的，它不是死水啦。 台北市长蒋万安嘛亲身出马去巡视天狗热零个案的记录已经3档啊，即摆头一个出现伫台东区是一个10外岁查甫囡仔。 7月30出现发烧，老庆官顶日镜头测试去采检，确定是阳性，查到疾管署判断是确诊天狗热。7月21到23捌去过台南，厝内有3个亲人带做伙。是在台南的东区以及永康区，那这2区呢，目前也是台南市本土登革热病例数相当多的哈。我们即刻成立了区级的紧急应变中心，依照规定我们会持续的监测，到8月31号。 家人另外有3位，目前我们也会持续的观测，那目前状况都还好。李长就志刚来斗病，这个个案的徛在100公尺范围内拢总较清，天狗热最后是透过网啊传播，台北市当然唔敢大意。可以捕到这个蚊子产生这个蚊虫的那种蛋啊，超过50只的话，那我们就会赶快就进行这个喷消。目前我们监测到没有，就是譬如像一些。 这个埃及斑或白线斑这一类的会导致登革热这些蚊子嘿。天狗热的疫情无靠回，如果拖到北部来，新竹苗栗冒出现确诊的个案。风台过去了后，真个所在拢积水，咱乡亲都要注意摒扫，防止天狗热的疫情。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